子忠，俺妹啊，那还无嘛个事情，就对那个封建地位，唔好四处行通，对么？我爱弟父亲爱非风浪。哼。将军，俺妹有嘛该事情嘛？来，李姑娘，头下唔记得老二讲到，将了带上吧。将军，你是？你是一苗亲父亲临死近前留下嘅物证，一张随身嘅荷包，留了土番鬼独有嘅暗器。想当年，一苗亲嘅父亲老爱本是齐心合力，共同对抗土番鬼。那地土番鬼每拜攻不下我有祖父，就用了利剑之计，在半年前给那一年。还送信不一路梦呀，爱其派兵来，才有祖父起了两手医疗旁人。那地突然假作通兵，中半埋伏踩了半途，害杀了一路梦呀。虽然一路梦呀圆满，不过做出了突然的暗器受伤，因为是。我前去接应，虽然我当时识破了土番的利剑计，但是一路梦呀，还是中途而亡。给他转移的难受并不敌亲友，将此事告敌一苗亲。只给你了后，一苗亲。无非是爱到死死家的母亲，自从的母亲也采了一场暗杀之仇，逼了难受病杀回了。唉，母亲啊，我悔呀，就心头怒啊！难受杀了海呀，就知亲切呀。就不堂啊，给呀死了，杀不啊。从此两啊家，结西呀树啊。将军啊，将军啊，家来吧，关心嘛。
有条件啊！难以除啊！求神拜佛啊！已不出啊！奉骗名义啊！门色相啊！封地人生啊，苦中苦啊！退下，退下，全部退下！够狠的！最高心痛是农夫，我出山西采茶树，眼泪下淌啊！恩树流啊！千丝言啊，不辞书啊！公呀，外面来了一位太傅。太傅又有何用？老子叫走！公呀，你嘅条通一出蛮好，门外嘅只太傅，佢讲佢为众人嘅拯救之术，不你本佢吃看哪里？这好吧，将其落来。遵命。有请太傅。安内，爱敲神啊！不可！错中应该太傅，不可无礼呀！遵命。太傅，请。见过王爷。不用，请。恰王爷。
太傅啊！敢问太傅名相，你家寄何处？李彦君祖传的所有的功夫。红呀，俩平真神仙独主，从松之下必有用夫。哦，为前你来，这就简单咯。在你丢，此后蒙雅的平静，此年为重重有送。太傅啊！文堂中言针灸，深夜之书。愿真落出王爷百样小处。是感觉扎针之处层层麻木，看眼前的位国土，一流面书。请王爷手待偏见。太傅用办咯，你也见地了个东西。天有屁，你还在王爷身上。太傅有所不敌，你王爷一次想要亲为通古今四鬼才的汉人，你我功夫，提升难受的高法。后来见地，离谱四龙方克文，流兵多次，你就想尽办法，从通兵的手中做那方克文，为王所用啊！唉，虽地是非我所杀，向引我来我。用办过，他不言为何来重用？他放弃我将士的道，此情来梦啊！上草协会也就亡命了。死了你，莫随客坏地去。
不通的。多谢太傅不杀之恩。王爷，此法从何说起？来人啊！嗨，他起来！你还这么干？言也已说，也认真，可是气势非常的深沉，也是刺人的利器呀。你我敷衍无数，俺认为加害王爷。他是将军府的随从，你是随身法的探子。不错，俺要认出去，他就会崔世法身边的总管。王爷，我受崔将军的委派，前来拜见王爷，必有书信呈送。哼，我杀了你！慢，王师弟，遵命。炎炎上报何时休？一向忠义免恩处。哼，讲得10万强松啊！王爷，土犯看中，有助皇后的土地老不产，历次进犯，若是王爷以唐军手脚相残，边疆不铁，免不了身，不宜抛弃国义，连数抗铁，以保边疆给安天啊！哼，此事言有何干？江海茫茫，强一塞。杀夫之术难一了。王爷善事顾边疆。松啊！王爷，松啊！王爷，松哈！王爷，王爷，请看。我父亲的后帮，用来才能说话。也是老王爷，临死之前，拜托崔将军告本你嘅。通表。